た皆さんね、お帰りなさい。そしてお疲れ様でした。歡迎大家跑完步翻嚟啦！太好啦！咁喺度咧，我都再一次代表大會啊，歡迎大家嚟到咧係科學園呢度參與由 ASICS Hong Kong 冠名贊助 Joyous Event 主辦 ASICS Kumamon Run 2025 Hong Kong 啊！大家今日玩得開唔開心啊？開心！哇！大家都好開心啊！咁就好啦。咁我想問下大家，想唔想再開心啲啊？想！佢哋都想再開心啲喎。我知道咧，Kumamon好似準備咗個表演俾大家，係唔係啊？Kumamonパフォーマンスを準備しておりますね。係。Kumamon話交俾佢身上啦。事不宜遲啦，我將個舞台咧就交俾Kumamon。さあではね、Kumamon、皆さんね、足にね乳酸が溜まってくる頃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しっかりねストレッチもしてもらえたらと思いますけど、この後ですね、Kumamon体操もバッチリ踊って皆さんと体を動か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陣間咧，Kumamon咧就會跳Kumamon體操，同大家一齊喐下個身嘅。はい、それではKumamon踊る準備はできてるかな？ OK！ それではいきますよ。Kumamon体操ミュージックスタート。まずは熊本城のポーズ。はい、熊本城。よかった。1、2、更新します。熊本は九州の真ん中をゲットです。せーの、最高。熊本城。熊本城。公園の技をあって1、2、4。新幹線。くすぐったいポーズ。
OK， 你唔好走就有㗎啦。我話咗有驚喜就一定會有驚喜啊！但係做乜嘢好咧？抽獎係咪啊？你咁大聲嘅，抽獎可唔可以啊？Can we have a lucky draw？ Chosen。咦？耶！酷媽媽話可以喎，咁我哋咧就事不宜遲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會喺現場抽出10位幸運兒。咁我哋嘅玩法咧就係咁樣㗎，我哋會講 number 3次，如果不在現場咧就會重新再抽。OK， 嚟到台上咧要答問題嘅。要答問題嘅，答問題嘅時候咧，酷媽媽可能會俾啲 tips 嘅喎，會俾 hints 嘅，係啦，俾咗 hints 之後咧，如果你答到嘅話，恭喜你啦，你就可以首先得到禮物，然之後咧就可以咧係同酷媽媽合影啦。咁我哋會一個一個做，因為呢個禮物嚟㗎嘛。OK， 咁啊，抽唔抽到獎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話俾大家知，講定我哋一陣間係仲有一個 surprise 送俾大家嘅，所以希望大家係啊，盡量留到最後。我確定多次，酷媽媽，你係咪會俾 tips 我哋嘅觀眾㗎？ヒントをいただけますか？咁我哋相信你㗎咯喎，大家唔使擔心啦。OK， 好，咁啊麻煩工作人員咧係拎個電腦上嚟啦。咁我哋咧就而家做呢一個現場嘅抽獎咯喎。號碼我講3次，3次唔喺現場會即刻再抽嘅。好，第一位係3049 3049 3049一次，3049兩次，3049三次，點算好啊？作弊係咪？同意嘅舉手。嗱，你哋同意啊，唔關我事啊。好，我哋再嚟下一個啦。下一個3678一次，3678兩次，3678三次。舉手係咩意思啊？係咪真係你啊？作廢係咪啊？作廢我哋可以揮手。如果你舉手嘅話，我以為係你。OK， 作廢好唔好？好。OK， 我哋下一個睇下啦。OK， 再嚟啦，真係抽埋啦，我哋有系統。3132一次，3132兩次，3132三次。嗱呢都係冇喎。哦，3132喺咪度啊？冇啊，作廢。係啊，我哋要影相啦，即係有憑證係你哋話作廢，唔係我話作廢嘅，咁咪陣間跑翻嚟點算好啊 ？OK， 再睇啦，然後3583一次，3583兩次，3583三次，作廢。唔係嘅，玩緊減拜拜肉嘅遊戲，點算好啊？我哋再抽多個再決定啦。OK。3509一次，3509兩次，3509三次，作廢，已經第5次啦，5個咧，咁點算好咧？點算好啊？點算好咧？跳舞？你哋寧願跳舞都唔想抽獎，咁有趣嘅。好啊，嗱，抽多個啊，再睇下先。好啦，跟住2029喺邊度？2029兩次，2029三次，作廢。好啦，跟住我哋睇睇啦，呢個有啦，6171一次，6171兩次，6171三次，係我。好啦，跟住下一個5177一次，5177兩次，你睇下酷媽媽嘅粉絲幾有愛，我哋係互相恭喜大家㗎，真係得酷媽媽嘅粉絲朋友先至係咁啊！哇，係公主式嘅歡迎啊！こんにちは，我咩嘢都係啊，恭喜晒！好啦，上到嚟嘅幸運兒咧，麻煩同事俾支咪佢，因為佢需要答問題嘅喎。首先你獲得一份禮物，咦，等陣先，佢未答問題喎，答啱咗先可以有禮物㗎嘛。即係我哋錫大家錫到不得
資料啊，OK， 好，麻煩你俾支咪嘅，係啦，你要答啱一條問題嘅，酷媽媽咧係會俾個 tips 你㗎，不過可能你唔需要 tips 都得，今から唔知係咪咧？質問しますね。係啊，請酷媽媽要俾 tips 喎。ヒントお願いします。係，第一個問題係，請問酷媽媽係嚟自日本邊度㗎？我哋睇下酷媽媽俾咩提示先。ヒント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僕は九州のここからやってきました。九州の真ん中のところです。九州嘅中間嘅位置嚟嘅。即係佢肚腩中間嘅位置咁嘅意思係咪啊？咁即係邊度啊？紅本。紅本，耶！邊個？好，我哋可以送禮物啦，同埋咧，哇，真係好正啊！呢個抽獎嘅禮物，OK，係，然後你可以同佢合影。不如我幫你拎住啲袋啊，好唔好啊？手機俾我哋同事啊。係啦，咁我哋可以幫手㗎。係啦，你要拎住個禮物，係啦。OK， 你需唔需要呢個巾啊？係啊，你要個禮物嘅。OK， 好，然後手機俾同事。好，我哋可以影張相啦。我哋今日第一位幸運兒啊，實在太幸運啦！你哋真係好紅啊！我第一次做抽獎，大家係咁樣嘅，其他嗰啲就叫我快啲抽第二個啦。酷媽媽嘅粉絲朋友咧，都係同佢一樣咧咁有愛心嘅，太好啦！果然係幸福願部長啊！多謝你。好啦，跟住我哋抽第二位咯喎，恭喜晒，可以到台下啦。第二位，麻煩同事嚟啦，睇睇先，下一個嘅幸運兒去。行きましょう。6155一次。6155。6155兩次。6155です。6155三次。哦，作快，你哋話咯。好啦，跟住呢個1265一次，1265兩次，1265有冇？恭喜你啊！可以一齊嚟台上啦，爸爸。一齊嚟台上啦，爸爸，一家人都 OK 啊，一齊啦 ，OK。可以，佢可以選擇冇問題嘅 ，OK。好，細佬都幫手，但媽咪同埋哥哥都幫手。酷媽媽係咪你嚇親小朋友啊？你睇下，酷媽媽都扭計啊！我唔要啊！我唔要啊！哎，你都喊係咪啊？酷媽媽真係一個好有愛心嘅小朋友。好啦，咁我哋咧就要麻煩同事俾支咪，係啦，台上嘅抽獎有啦，係咪？好啦，我哋呢條問題係：請問酷媽媽嘅身體係咩色嘅咧？係咩色嘅？酷媽媽有 hint 嘅係咪？hint 到。係啦，你點樣睇都係黑色啦，酷媽媽。好，你俾啲掌聲恭喜晒呢個家庭啊，佢哋會獲得禮物嘅。好啦，然後咧就可以影合照啦。你需唔需要電話啊？影張相。OK。好，係啦，下次咧攞到獎嘅朋友仔咧可以係啦攞定個電話俾我哋啦。好，影張相，跟住我哋抽第三個啦，我哋加快節奏，一路影我就一路睇啦。下一個當然係3、3、2、3一次，3、3、2、3兩次，3、3、2、3三次。好，下一個睇下先，1、1、2、1一次，1、1、2、1兩次，恭喜！你哋唔俾手勢，我唔敢喎，繼續嗌先，909吧。好啦，見到你哋嘅手，我就繼續啦。好，跟住望望先。嘿，1、1、5、1一次。有冇啊？1、1、5、1兩次。有。好，恭喜晒！恭喜晒！哇，係 Princess 啊！哇，仲有個酷媽媽 baby 啊！哇，
改先啊，影相靚啲喎。係我哋好專業嘅啲同事麻煩唔該，呢度唔該晒嚇。好啦，問題係咁樣㗎。請問咧，你哋點解咁中意酷媽媽咧？クマモン好きな年譜を教えてください。因為得意啊！可愛いですか？哦，太好啦！呢個係接受，問下酷媽媽呢個接唔接受答案啊？納得できますか？答えは我知啦，我知啦喎，係啊，梗係啦。好啦，恭喜晒，可以咧得到禮物啦。咁然後你亦都可以影相。恭喜晒！跟住我哋就到下一個嘅抽獎啦，睇睇先。好，麻煩同事，我哋係啦，睇睇先嚇，跟住嘅編號係幾多號咧？6161一次，6161兩次，喺邊度？6個月之。恭喜你啊！恭喜晒！好啦，我哋睇下6161嚟到台上，恭喜你，都係唔可以離開㗎。好嘅，恭喜晒，可以嚟到台上。你俾我哋同事得㗎啦，個袋擺喺度冇問題嘅。好，嚟到台上。最緊要影相。最緊要影相係咪啊？我哋係啊，好好啊。咁我哋跟住咧都要問你問題㗎喎。問問題就係：請問今日活動嘅日期係幾多月幾多號啊 Tips 嘅。Tips。今日の日付は要 tips 喎。ヒントできますか？今日の日付。要答啱問題啦！呢個時候就要睇下佢哋有冇人係你嘅朋友啦。今日係幾多月幾多號咧？今日係母親節。5月11。5月11係咪啊？11日。哦，原來係咁樣啊！係啊，佢媽媽話佢都唔記得講幾多號啊，好彩答到呢個問題啫。恭喜你係答啱咗問題嘅，好啦，可以攞禮物啦，恭喜晒！係有 Acer 送出嘅小禮物嚇，鼓勵大家繼續做運動。好，一齊影張相，你中意擺咩 pose 都得㗎，呢個台係屬於你嘅。好，繼續啦，你一路影相，我一路抽獎，睇下下一個係邊個先。噔噔噔噔，8023一次，8023兩次，8023三次，點算好？哦，就快，好，下一個再睇下啦，36301一次，36303兩次36都30。36303次，點算好？30。就快，好，下一個睇下先。次。1377一次，1377兩次，1377三次，喺邊度？喺邊度？哦，可以嚟台上啦。有啲緊張，好難。好啦，呢個問題係咁㗎。請問咧，呢個小朋友咧，請問你今日係參加咗幾多公里嘅賽事啊？何キロだ？哇！俾啲掌聲好犀利喎，講得好清楚喎。好啦，可以攞禮物啦。係啦，恭喜你啊！答啱咗喎，答案就係1公里啦。我哋影張相先。牛咩爹多，恭喜晒！跟住我繼續抽啦，睇下下一個先，下一個係邊個？6028一次，6028兩次，6028三次。028。OK，再下一個睇睇先，2061一次，2061兩次2061。 ，2061三次。2061。就快，好，繼續。3820一次，3820兩次，3820三次，恭喜晒！好啦，今次咧係啊，你到台上啦，3支
字頭嘅小朋友、大朋友應該參與係另一個組別係咪啊？咁我哋將支咪咧交俾佢先，睇下小朋友答唔答到問題先。姐姐問你。小朋友，請問你今日參加咗幾多公里賽事啊？佢話3 kilo，我哋扮小朋友。大聲啲。 Hello， 3 kilo， 3公里。再講一次。3公里，俾啲掌聲佢啊！我仲有一個問題問喎，請問你係咪自己跑㗎？自分地還是佢岌頭啊，係咪？我哋俾啲掌聲佢啦！我可以送禮物啦，係啦，我哋送禮物 ，OK。恭喜晒，係得到 Acer 送出嘅禮物，同埋同酷媽媽合影嘅，係啦，呢啲袋咧擺住側邊先嚇。好啦，繼續咧係61701次，61702次，61703次，點算好？係啊，你哋要幫我手啊，知唔知啊？如果唔係咧，即係佢翻嚟我就大件事㗎啦。好啦，繼續71611次，71612次。那一節6個一節， 71613次 ，OK， 執快，好啦，繼續，我哋睇下先，跟住係32841次，32842次，32843次，恭喜你啊！請你嚟到台上啦，太好啦，恭喜晒！係啦，袋擺樓下啦，我哋嚟台上先。酷媽媽等緊你哋啊！我哋要答啱問題先嘅喎，呢條問題有啲難㗎。呢條問題咧係關於今日咧除咗係酷媽媽 run 嘅大日子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喎。你知唔知係咩日子啊？母親節。係母親節係啱㗎。我哋想請你喺呢一度同媽媽講幾句説話。媽媽我愛你。點解你對住你隔離嗰個講嘅？我係咪有啲關係誤會咗咧？我都係近開啲啦。Anyway， 恭喜晒兩位，係可以攞禮物啦。OK， 恭喜晒，合影時間嚇，跟住好啦，跟住我哋就下一個單位啦，睇睇先，我哋仲有2份嚇 ，OK， 嗱記住啊，抽唔到獎咧都唔好氣餒，因為酷媽媽咧仲有驚喜咧係等住送俾大家㗎，記住要繼續留低嚇。好，下一個70741次，70742次，70743次，點算好？哇！你哋揈得好快啊，就咁話啦，好啦嚇，睇睇先，34491次，34492次，34493次，喺咪度？唔喺度啊！好，跟住再睇下先，37921次，37922次，37923次喺邊度？哦，喺邊度啊？恭喜你啊！可以嚟到台上啦，太幸運啦！小朋友係咪受傷啊？今日係咪自己跑步啊？哦，酷媽媽俾掌聲，可以話俾酷媽媽知小朋友受傷啦。好啦，咁我咧，酷媽媽話：點算好啊？何があったのっていう顔や。好啦，我哋咧都要問問題嘅喎，雖然係小朋友，係啦。請問你今次係第幾次參與酷媽媽 run 㗎？佢話何回目酷媽媽 run 參加しましたか？第一次， 1回目。哦，我哋俾啲掌聲呢個小朋友，第一次雖然受傷，但係佢都好勇敢喎，做得好好喎。好啦，我哋可以攞禮物啦，就有 Acer 送出嘅禮物，同埋酷媽媽呵翻你，係啦，快啲好翻，咁就可以再靚女啲。好啦，我哋影相相啦，望住中間，1、2、3、
笑翻咧。好，再嚟一張。OK， 1、2、3，太好啦！好，我哋抽埋最後一個啦，睇下最後一個幸運兒花落誰家啦？睇睇先，邊度係3、5、1、5一次，3、5、1、5兩次，歌一支歌3、5、1、5三次。總歸好，跟住我哋再睇下下一個啦，望下先，1、4、6、4一次，一支用六個用1、4、6、4兩次，一支用六個用1、4、6、4三次。今日抽獎咁難抽嘅，點解？好，再嚟講，睇下先，6、1、4、4一次六個，6、1、4、4兩次六個一支用用，6、1、4、4三次。一支用用不如咁啦，最後一個酷媽媽揀啦，好唔好啊？最後啊好唔好啊？OK， 我哋請酷媽媽擰轉 ，OK， 然之後1、2、3轉翻嚟，睇下佢揀邊個啦。你哋自己舉起號碼牌啦。哎呀，酷媽媽冇事咯好，酷媽媽準備，酷媽媽準備。酷媽媽咧落台請佢上嚟啊，好唔好啊？OK。おりますかステージに酷媽媽揀嘅最後一位幸運兒究竟係邊個咧？你哋用熱情打動酷媽媽啦！選んでください酷媽媽さん酷媽媽究竟揀邊個咧？太好啦！誰にしますか係你啦睇下先，酷媽媽你揀邊個啊？哇！你揀咗一個好勇敢嘅男孩子，我哋俾啲掌聲！哇！恭喜你啊！你自己喺個台度得唔得㗎？自己都 OK 㗎，係咪啊？好啦，幸運嘅小朋友，我支咪先，要小朋友答嘅喎，因為酷媽媽揀你，你有冇信心？可唔可以大聲啲介紹下自己先？你幾多歲？叫咩名？我係7歲，叫唐子尚 Casper。好清楚喎！咁我問你一條問題啊，你知唔知道酷媽媽最中意食乜嘢啊？士多啤梨。你知唔知喎？被發現咗啦！恭喜晒啊！好叻喎！係咪其實你中意食酷媽媽嘅士多啤梨啊？係啊，原來。OK，我哋俾啲掌聲呢個小朋友。OK，咁我哋都可以影一張相合照，恭喜晒！今日咧，我哋10份嘅禮物咧已經全部送晒出去啦！我哋俾啲掌聲，酷媽媽，亦都係啊，多謝 Ace 送咁多禮物。除咗我哋參加者有，我哋有2個好好嘅攤位，亦都送咗咧呢10份嘅精品咧，係送俾大家，鼓勵大家繼續做運動。不過咧，大家都好似唔係好捨得走喎，係咪啊？一定走啦！係咪啊？抽選ありました係啊，咁點算好咧？酷媽媽係咪可以再有一啲 surprise 俾我哋啊？サプライズありますか啊，もちろん用意してきました。サプライズ俾大家太好啦！咁我哋不如將個舞台交俾酷媽媽。多謝，それではね、酷媽媽、もう1曲ダンスお届け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我哋再跳多一首歌啦ぜひ皆さんも一緒によかったら手拍子して踊ってくださいね。くまモンしっかり見てますので。大家都一齊同公民們一齊跳啦！呢一隻係新嘅舞嚟㗎。啊，それでは踊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ダンスウィズくまモンミュージックスタート。踊れるのか踊れるのか呢個就係酷媽媽俾大家嘅驚喜啦，係一隻全新嘅舞蹈，希望大家會中意啦。踊れるのか
所以想請側邊嘅朋友仔咧可以去後啲都影到嘅，反而側邊影唔到。係啦，麻煩大家可以移玉步，我哋咧呢度企深啲，係啦。呢度都係喎，我哋咧係啦，企深啲，側邊未必影到你，但係咧後排咧就反而影到嘅機會咧會更加大嚇。咁啊，多謝大家係啦，酷媽媽而家咧就已經喺大家嘅中間啦，可以影相，但係咧唔好拍佢喎，因為咧酷媽媽今日咧8點鐘已經開始做運動，佢已經好攰㗎啦。如果你再拍佢咧，佢就喊㗎啦，知唔知道？OK， 好，我哋排好先。啊，照個先，住佢啊！照個先。 OK， 好，睇下先。請你企喺側邊先，你可以企前面，係啦，小朋友可以企前面，唔好遮住酷媽媽喎 ，OK， 可以企隔離，但係咧，如果你挨住佢咧，佢會唔舒服㗎，你可以掂住佢，你可以拖住佢，係啦，係啦，但係如果你擲住佢咧，佢會好辛苦嘅，所以請大家幫忙，好啦，你唔好再搞佢個鼻哥窿啦，你都唔中意人哋搞你個鼻哥窿啦，係咪啊？好啦，請你喺側邊 ，OK， 喺側邊 ，OK， 好喺前面，好，我哋一齊影一張合照咯喎，望住中間攝影師，呢度1、2、3，耶！再嚟一張，耶！不如咁啦，有冇 video 啊？呢度 video， 我哋一齊俾一個飛吻酷媽媽好唔好啊？我哋1、2、3，跟住大家就放個飛吻出去咯喎，準備1、2、3，大家 kiss お願いします。好，我哋再嚟一個1、2、3，好，我需要呢個小朋友幫下手先，係啊，你向住前面，我先再嚟過 ，OK？ 好，再嚟多次咯喎，等等先，可唔可以有同事幫手咧？係啦，佢遮住咗酷媽媽喎，我哋呢個片係啦，可能我哋要反翻轉佢，唔該晒，係啦。好，邊個再攞個背脊對住攝影師哥哥咧，咁我哋就會請你去側邊㗎啦嚇。好，再嚟一次啊！好靚嘅呢張合照，最後出咗嚟會好溫馨嘅，多謝大家合作。好，準備咯喎！好，姐姐陪你呢度，冇問題，坐好坐喺地下。OK， 望前面，1、2、3，耶！好，再嚟一個，我哋俾個心心，心心。好逼，心心到啊，好逼。黑到。係啦，俾心心。 OK， 我哋再俾多次飛吻酷媽媽 ，thank you 佢嘅付出，哇！呢個俾 view 數真係100分啦！咁啊，希望咧喺稍後嘅時間，官方網站咧，大家都可以見到呢個咁靚嘅畫面。好啦，呢個時候我哋嘅活動咧已經全部結束啦，再一次俾啲掌聲，酷媽媽！最後咧，阿毛咧都會有少少嘢想同大家講喎。多謝今日嚟大家嚟到呢度啊！咁阿毛咧見到今日咁多人嚟參加，甚至有日本嘅遊客嚟到呢度參加，佢實在太開心啦！とっても楽しいね、くまモンランになりましたので、またね参加でき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希望咧下年咧都可以再見到大家。はい、それでは皆さん今日は楽しい時間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到呢度啊！またぜひ次は熊本県でお会いでき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如果大家下次可以嚟紅本縣，我哋再見面啦！熊本サプライズくまモン大大のくまモン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またね。太好啦！我哋作為東道之主，我哋係咪都應該同紅本紅講多謝咧？我哋一齊講阿里嘎多好唔好？1、2、3，阿里嘎多酷媽媽，辛苦晒！さよなら，我哋出。
咧已經到咗尾聲啦，再一次恭喜晒咁多位得獎者同埋咁多位粉絲們，我哋嘅嘉年華活動咧仲會開放到下晝2點嘅，大家咧可以繼續喺場內打卡。咁我哋場內咧亦都有一啲酷媽媽嘅 pop-up store 咧，有好多限定嘅精品咧係等緊大家去認購嘅，希望咧大家都可以今日喺度好似人都度過好開心嘅一日。我哋到咗一齊呢個一個好靚嘅天氣度，今日嘅活動。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もどうも。美味しいもの食べてね。じゃあ、まずこれから行きますね。あつちゃんまた熊本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麻煩大家注意下，小心吓，唔好意思啊。麻煩大家讓一讓。拜拜。ありがとうご挨拶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写真撮ってくれますか皆さんにね。じゃ写真フォトタイム。オッケー。はいありがとうだもん。じゃあくまモンポーズお願いします。フォトタイム。大丈夫？オッケーかな？オッケー。大丈夫でも一緒だ。そうオッケー大丈夫。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今日聞いてね。ありがとう。お疲れ様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こっち戻ります。ごめんなさい。通ります。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係啦，小心啲啊！小心。我到你們做咩？麻煩咗一樣啦，唔好行過去啊！唔好意思，大家。ありがとうどうも。またね。大家有一出頭。我又想笑。麻煩大家開路，唔好意思啊。大家而家冇人想影相，麻煩大家睇一睇嗰啲空間啊！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唔好意思，麻煩大家褪後少少，佢需要多啲空間。唔好意思，褪後少少。肉まんもいいよからどうして？いいよ。あ、座ってね。待てよ。オッケー。皆さ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肉まんもスイートワンポーズで。オッケー。次右の方にも一回左ね。左せーの。ポーズ。すごい、パワーがすごい、もう。す
止まるとびっくりするね。
都可以去。